但係球證話冇事 ，Steve Nash。咁而家我哋見到佢開波嗰時咧，用呢個 Dante Jones 丹迪宗斯咧 mark 阿 Steve Nash 嘅，分出嚟換落頂 Jay Rich 三分球 ，yes。我丹迪宗斯咧，唔好俾呢一個人咧辣着咗啊！因為 J.R. Smith 咧係一個極具爆炸力嘅得分球員 ，Steve Nash 佢都嚟一個三分球嘅回擊。咁啊 ，J.R. Smith 就係㗎啦，搏到犯規，究竟係咪搏到犯規咧？都應該係嘅。睇翻啦，拿樹啊，頭先咧就係呢個 pick 啊，丹迪宗斯嗱褪後咗少少，其實佢可以咧即係快一步咧就走出嚟啦，撲呢個波咧。Stoudemire 搶翻個防守籃板先。其實而家換入嚟係好嘅喎，即係鳳凰城咧呢段時間真係需要一個咧，即係咁有活力嘅球員啦，即係喚醒翻下其他嘅隊友。但宗師咧多啲外圍嘅起手投射㗎，咁但係頭先個波咧就咁佢好嘢啦，咁但係前面亦都係完全係冇晒壓力嘅。哇，交得靚啊！呢一球波仲搏埋快，揾到空間咧，撳個地波俾阿史杜達米亞。反而我即係覺得頭呢5-6分鐘啦，鳳凰城咧真係慢慢嚟喎，開頭1波，跟住2波。3波，而家就推佢上個4波，即係慢慢咧，即係將佢哋嗰個 energy 慢慢推翻上嚟。我覺得即係暫時嚟講咧，開局啦，鳳凰城咧嗰個進度係唔錯。Nash 同埋其他球員咧，而家嗰個即係個關係係點樣咧？嗱，追緊成咁嘅力量，以佢咁嘅高度，其實呢頭先嗰個已經係一個好肯定嘅防守籃板嚟㗎啦。哇！呢次又係啊，拿樹同艾文。Jay Rich 呢個 mark 住阿比納斯，咁啊想話交俾中間拖埋你個堅尼馬田，時間配合得唔係咁好，3打1，咁啊拿樹送啊 Jay Rich 一程，即順理察神入咗4球。拿樹要諗下點樣組織啦，佢唔好再喺咁早嘅階段咧就即刻將個波咧交俾其他隊友，有少擁人啊，班斯利波亦都。咁啊，你以前都係打控衞啊嘛，咁啊其實啦好多時喺諗法啦，對於比賽嘅態度啊、控制節奏方面咧個立。好啦，啱出嚟，班斯再回傳翻啦，路比士啦，呢個波俾人一貼貼啊，攞咗呢個波。堅尼馬田自己又東睇西岸，可惜而家終於咧俾人抹。咁係最強嗰個，你見到佢啲冇波走位啦，係好肯冇波不斷咁走去接隊友交波。嗱呢一段咧，我覺得咧即係哇呢個 hand checking 真係幾乎有機會出嚟。鳳凰師翻嚟之後啦，外圍三分球當然係有改善，但係仍其實。表現咧喺助攻方面就唔錯啦，咁啊射波方面咧爭啲4近嘅，不過 OK 啦，球證冇吹到就2分就計咗落單罰到。格蘭希爾呢個波咧最緊要咧係快啊！我單罰都會啦，無論如何可以攞翻球權㗎啦，應該咁仲有咧7秒嘅分別㗎。拿樹自己嚟啊！有 Steve Nash， 鳳凰城嗰種交波嘅靈活性，哇做咩事啦？突然之間咧跌晒鑊嘅。咁嗰啲冇波走位啦，咁啊根本咧就完全都睇唔到嘅下半場。嗱 hold 住個波咧，唔知想點啦，卒之要自己射入咗之後真係算啦。但係呢球佢喺16尺咗話堅尼馬田咩事？呢2球波射上去咧，完全冇乜拋物線啊，直線咁懟上去嘅啫。史杜達米亞輪到佢入樽。我覺得即係頭先堅尼馬田嗰下就係即係提咧，就係佢嗰個反應真係比較慢。咁啊呢個波咧幾明顯就係佢見到拿樹1 on 1對住比納斯喺外線就性咧就冇尼利咁強㗎，個爆炸力都冇對方咁好啊。咁所以咧俾尼利好容易一啲轉身就擺脫咗佢。Steve Nash 分都俾呢一個羅賓路比士，有少少論樂而鞋啦嚟比賽，即係佢係做得出呢啲嘢喎。今日應該唔係啦。OK， 咁啊搏到對方唔少嘅 turnover， 咁啊直接打快攻。呢個波交翻出嚟，醫院波嚟嘅，巴布沙咧鬧到，但係個身咧出咗界，想話省啊比納斯。後邊咧 Steve Nash 再加隻爆接，好嘢！呢個波真係努力犯規啊！咁但係同另一方面咧就係單罰咧，而家咧希望盡量利用尼利喺內線嗰個對抗性咧，希望喺度揾機會。咁所以嗰半場之後個波咧仍然咧繼續咧堅持嚟俾翻佢。呢球波交得靚啊 ！Steve 埋唔到去，安東尼卡特漏空晒俾佢射3分球，籃板俾 Steve Nash 攞得。拿樹做咗啱嘅決定啊，係咪？佢寧願漏空安東尼卡特，都要咧就走埋去啊幫手咧做翻協防咧，就係因為唔同個轉變嘅地方就我覺得拿樹係比較以往真係喺得分方面爭好遠，起手嘅意欲都爭好遠。好啦，完咗呢度即刻用個入。呢場波其實真係分分鐘有機會打 OT。不過如果打 OT 嘅話咧，我諗應該就主隊比較佔優。大把時間不過真係追成平手啦 ，Jay Rich。咁啊呢一邊2打1啦，佢就犯規啦。現場有一個暫停㗎，跟埋內線。我哋見到而家就孭住5犯嘅 Stoudemire 咧都喺度啦 ，A 米走上嚟啦，同阿 Steve Nash 咧做個逼地波撳呢個 Grant Hill。and one。喺左邊啦，就喺配合呢球波，其實咧就第一下俾人尼利拍走咗，第2下拍落嚟應該就吹咗比納斯。
射9次咧入到1個嘅啫。A 米上嚟同阿 Steve Nash 做一個 pick 防守，你跟翻呢個 A 米。Anthony Carter 孖住 Steve Nash 喺外圍做一個3分球，呢個3分呢個 long two 啊，好嘅。最後嘅戰。